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再来看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哦，7月27开幕，邀请22组的表演团队，计共12日60场的演出哦，是有超过7万人来欣赏。了解台湾文化，真受到娱乐哦。文化奥运嘛，伫8月7日杀过，文化部是表示讲，会继续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模样。在年费的表演节目当中，秀出侪台湾民众翕的影片。巴黎奥运闭幕的前一日是文化奥运台湾馆的闭幕式，又变成红袖年费的阿伟演出，伊嘛邀请所有表演团队和工作人员做伙上台看唱跳舞。Oh my God, such an exciting time!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countries. 为着要甲台湾文化展现互外国朋友了解，年费和伊的表演团队，无论是导演、画面，还是服装设计，拢真用心。唔那扮作妈祖蝴蝶，也甲台湾夜市的好吃面，拢穿伫咧身躯顶。做一个很台湾的作品，然后就会想说要怎么去表达台湾，要怎么去宣扬台湾的文化等等。那像庙会文化，之前做在庙会的一个表演，我就会从我要怎么去找到一种很结合庙会跟变装皇后的表演的方式。文化奥运台湾馆这15天来，超过7万人来看表演，有侪无共台湾元素的艺文表演，有传统也有创新，展现台湾文化的丰富多元。伫咧展示的是文化部讲，这拢是台湾的模样。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15天来的分享，我们分享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感激、我们的友谊、我们的爱。最重要的是，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最真实台湾的样子。文化奥运伫当地时间8月7日闭幕。文化部表示，文化奥运虽然结束啊，不过会继续向世界展现台湾要参与国际正宗世界一份子的决心。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洪白讲向甘菜伊申报的大选的政治现金，民众党哦嘛承认讲小魔有顶打，表示讲会赶紧查销。今仔下晡郭文地是亲身开记者会来说明，咱连线互人伫现场的台语台记者上如果有贵人来了解因上新的回应。最近，民众党党主席郭文体讲，伊的竞选团队伫咧总统大选期间政治现金申报无当实咯，也有厂商出来指出讲，虽然讲有申报的项目，但是因并无提钱。民众党自8月7日开始查销，表示讲，若全面清查以后，会互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今仔日下晡的郭文体含义，当初时的竞选团队嘛出来要说明因上新的情形和回应。今天调查的结果显示，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都有凭证，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更重要的，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这件事情呢？我们整个那种登打的业务全部外包了，所以会有人便宜行事，你知道吗？没有一笔一笔输入，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灌进去。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民众党指出，经过清查发现，讲有2000多万的支出项目有问题，是会计师家己甲这金额算去到无共厂商的支出下底哦，佮无甲当时的竞选总部说明。民众党表示哦，所有的钱拢无流入去个人的落地啊，全部拢是用伫咧竞选当中。因表示，过来因会来保证所有的资料，互监察院来配合调查。以上是记者卢尚如和谢桂林伫咧现场的连续报道。针对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的争议哦，台湾基进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提告，北检嘛已经主动分案调查了。台湾基进党、国民党北市议员张小平12早起先后到台北地检署告发民众党主席郭文地涉嫌违反政治现金法、刑法背信等罪。郭文地最近连续爆出疑似我千万总统选前竞选支出申报不实，甲疑似有大笔政治现金流入无可形象公司，引起争议。请柯文哲下午2点拿出这3张916万的正本发票。政治联防部包括有大笔现金流入无可公关行销公司。网称四菜鸟老虎在伊个点名一间叫做时间的公司，上2、3个月就摕到过万、千万的案。佮
个连接到迄当时担任郭文德警总副总干事，现任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对此，陈志涵观察四菜鸟连连看乱抓方向。四叉猫先生他还指控说，我恐怕也知道这个1000万是怎么使用的，然后呢，这个影片要如何制作，这件事情我完全一无所悉。甚至我是到这几天查账的时候，我才看到这家时间公司的名字，还有它所有的金额的内容。所以说呢，他这种断章取义，然后随便的连看，然后再带风向的行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恶意。也毋过，捌伫郭警总工作过的徐竹清指出，去年选举期间的校务拢爱交予无可公司的董事长李文官做核销，李文官也身兼台湾众望关怀基金会郭文德警总的财务花销，即期恐惊有校务无清的问题。财务核销啊，包括小到高铁票，大到我们的活动经费，我都是就是透过秘书跟李文娟去做申请。那一个人身兼3职，难道这样子的金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徐竹清也讲，知影爱惜甲保护家己的人，拢会慢慢离开民众党。台北地检署12也主动分案调查郭文德大选政治现金申报监视有涉及不法，专案交予检索乌金专组侦办，也无特定的侦办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陆委会进前表示讲，澳门政府要求咱国驻澳门代表处的人员要爱签1张新律师，因为咱拒绝，所以人员无法度去澳门接任务。代表处目前只剩2个陆委会工作人员。陆委会是表示讲，上摆的拍算就是铁管。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今仔是呼吁讲，爱以保障台湾人的权益优先来考虑，无希望讲行到铁管一步。的作为，那我方也会做最坏的打算，到时候一定会冲击到台澳的民间交流。8月初，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讲，针对咱国驻澳门办事处会做上摆的拍算，因为澳门政府坚持咱国派驻新的人员申请签证的时阵，都要签1张新律师。不过咱这边是无法度接受，地属办事处目前敢若剩2个陆委会人员，甲14个当地请的员工。如果说最后演变成要被迫撤管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尤其是可能也会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澳门地区或是港澳地区这边的权益会有受损的情况。有风声讲，陆委会有研究2种处理的方案，头一种是香港的模式，亲像咱国驻香港办事处同款，透过当地请的人员来协助运作，或者是考虑直接把这个办事处拆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很多驻澳侨胞台湾国人的服务，也会影响了台湾跟澳门之间的各项不管是商务、观光、文化、教育的交流。呼吁中方不要用这种恶质的这种政治压力的来赋予我们的驻外代表处的人员。驻澳门办事处若是拆掉，咱国伫当地国有财产澳门国父纪念馆，因为是历史古迹，袂去互拆掉。嘛按算请当地员工依次开馆运作。根据了解，即马伫澳门有设领事馆的国家，敢若剩葡萄牙等等少数的国家。咱国的若是拆掉，澳门的地位是会比人愈来愈细汉。而且咱国对澳门的贸易业，去年敢若1亿美金，就算无甲因做生意，影响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的嘉义大拿站有一个站务员向工会申诉讲，伊防攻击恐吓几啊届咯。顶礼拜3、初7咯，又搁因为阻止乘客伫车头内底骑脚踏车，搁互拍。台铁产业工会嘛批评讲台铁拢无提出保护员工的作为。也毋过台铁是强调讲有派人去关心员工咯，员工若要提告，咪来提供协助。台铁的站务员互查某旅客摕鞋落去拍，抑搁列车长互架乌青流血。台铁员工去互攻击事件常常发生。嘉义大拿车头有一名站务人员初7的时阵，为着要阻止民众莫伫咧车头内面骑脚踏车，说互伊拍。牵那个脚踏车，然后坐电梯到楼上的时候，他就他脚不方便，然后他都在楼上冲到，他都要用骑乘的方式。上面后车大厅有很多里面，对啊，他会撞上别人。工会表示，这名站务员已经毋是头一届互拍，因过伫咧执勤的时阵，也捌去互旅客攻击恐吓，民众也拢谴责这款攻击行为。
觉得他们都很好，服务态度都很不错啊，很热心啊。代替公司化了后，除了招新人，也希望改善员工的待遇，也有工作环境。不过，各地头的员工因固守本分，却一再发生攻击或者是改骂的事件。工会杂志就批评代替拢无作为，干那激点点，检讨员工无危机意识，才会造成这代志一再发生。我们希望说能够像这个台铁去征聘这个保全一样哦，他们现在在每个平交道其实都有聘一个保全哦，负责去做监视，也能够来协助在各个车站去征聘保全，来确保这个车站里面的安危。面对指控，代替表示，东港的铁路警察已经接到通报到现场处理，也含员工讲好43做笔录。公司已经派主管继续关怀员工，若准员工要告这的旅客，也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障游览车的行车安全，交通部预告讲，明年6月初1开始全台湾14000台游览车拢爱装 GPS， 若无上济会罚9万块。今仔早起有游览车业者声明强调讲，因无反对装 GPS， 也毋过质疑交通部强制规定有道理抢伤的嫌疑，表示讲无排除2日会去交通部抗议。监理单位为系统平台顶悬，就会当掌握到游览车超时、甲超速等等各样的数值，这是敦促业者改进。这是交通部规定游览车一定要安的 GPS 监控系统。不过，根据审计部的报告显示，游览车最近这3年的事故愈来愈多。去年通报警察的数量是伫头增加到3978件。有驾驶怀疑讲 GPS 到底敢有帮助？交通部，你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卖科技产品？为什么？请你说明。我严重怀疑有官商勾结、图利厂商之余。交通部预告，为明年6月初1开始，全台湾14000台游览车，强制都要安有驾驶识别功能的设备，而且接去指定的资讯平台，若无按这会罚9000至9万。不过，这个新的规定一日出来，嘛互袂少驾驶是气噗噗，因并无反对安 GPS， 不过要求会当互业者自主管理。弄得整个游览车界大家跑不掉，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适应它这个 GPS 的所定下来的所有的规定，不管从法制面啊，或是说我们业者的这种所谓的接受度，没有一个人赞成。公路局以文字声明回应讲，去年通报警察的数量直头增加，是因为为去年开始取消10公里的容允值，只要超过限速就会通报警察。今年通报警察的比率已经有10个月在降低。也拿去年出车的数量，嘛比前2年增加34%甲16%，所以通报警察的数量才会愈来愈多。游览车协会讲，公路局已经邀请工会甲协会，这礼拜3开会来协商，希望坐落来好好讨论。协会指出，目前已经有差不多300台游览车加入抗议，这个协商若破局，按算2日会同齐去交通部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对今仔开始到9月底，要扩大来处理驾驶伫路口无停留过路人。年底之前嘛会搁伫学校、病院附近来增加10来个科技执法的路口。高雄防所有民众行伫过路线，骑车的煞无牛，直接倒挂，叫警察直接炸落来。各民众行伫中正4路无看红灯，就撞过过路线。高雄市交通队统计，今年1月到7月底，过路交通事故154件，比去年下半年减少13件。不过，过路人伫咧事故24点钟内死亡的也是有12个人。警方决定到9月底为止，专区实施路口无牛的执法专案。之前还没有礼让的情况下，我推我爸出来，我可能都要等很久，等很多台车过去，等他们全过去以后，我才有办法过马路。但是这种科技执法之后，他们就是会很愿意礼让。台湾人有个惰性，如果没有强制执法的话，大家不会特别去礼让行人。民众表示，政府开始重视过路人的路权了后，车的牛人的状况进步足多，尤其是有科技执法的路口。不过嘛，发现到过路人违规过路甲弄红灯的比例有增加。警方表示，年底进前会伫16个路口加设科技执法。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太阳的违规上面真的是减少很多了哈，所以说在我们高雄市今年取缔的量能上面有比去年稍微减少一点。警方表示，加强处理期间会针对路口无让过路人、无车红灯的路口无照标示标线爱停落才可驶，还有人行道违规停车，这个项目加强处理。统计到年底，全市有39个所在会采用科技执法，设伫咧相关病院、学校附近的路口，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庆祝奥运的好成绩台中市政府宣布讲开放国民运动中心的游水池免费使用。有民众所发现讲，伫台中大理的国运中心的SPA池，佮有许多景哦是真垃圾，佮翕相铺伫面册顶头。运动中心是表示讲，因为免钱，所以人比平常时加5成，因会来加强摒扫。 SPA 水池顶悬拢是黄色的配，液晶排水口嘛全拢头毛，民众感觉真太过，翕相铺伫咧网络，下底全部拢是负面的批评。这个地点就伫咧台中市大理国民甲儿童运动中心，市政府为着要庆祝林洋配奥运羽球摕金牌，8月初8到11开放游水池免费入场，结果真侪民众反映 SPA 水池水质变歹，下底也拢踩沙。礼拜六那天很脏哦，水面都是垃圾坡啊，足侪。 我尾啊落一时啊，我就随走来这边较清气，较烧水，但我唔敢落。刚刚走下去那边有小石块，你可以下去踩一踩。有小石块。对，有很多。负责营运的厂商表示，游水池平常时一个时段入场的人数大概是200-300个人，不过活动迄4天，游水池人客加5成，迄当阵有随应变甲处理，监测水质的频率为2点钟改做1点钟 ，pH 数值只要无到6到8，的正常区间就会随下药，也佮加强补水甲过滤。台中市运动局指出，部分的人无呛水，甚至伪装也落去游，无照游水池的使用规范，拢是造成水质变坏的原因。我们就是有去提高我们的检测频率，从原本的2个小时，然后变成到1个小时检测一次。泡泡产生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去做补水，让那一些就是泡泡能够溢流到我们的回水箱里面。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泡泡就不会再产生了。希望在大池或者是今天在烤箱或 SPA 那个烤箱跟蒸汽室使用完成之后，必须要重新淋浴，再进去大池这些使用规范部分，会再用广播的方式来加强劝导。运动局强调，经过调整，8月12日水质已经恢复正常。民众建议的部分，会要求厂商来改进落实清洁甲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国防部指出讲，乌克兰军队已经侵入罗西亚境内30公里，继续攻击库斯克地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强调讲，这是回应罗西亚的侵略。另外，伫乌克兰境内，和罗西亚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传出大火哦，两国是互相指控讲是对方造成的，但在目前哦是无影响到核电厂的安全。罗西亚国防部发布影片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侵入罗国境内30公里，高伫边境的库斯克地区加陆军交战。这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上侵入也是上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边境所媒地区居民为乌军的表现欢呼。Пішли туди і танки, і машини, і гуло, і летіло, і все. Так, давайте не підтримуйте. Я підтримую. Те, що вони пішли, підтримую. Так і треба. Хай вони почувствують, поживуть у нашій школі. 即摆情况已经进入第6天，亲像和克里姆林宫有一寡未负反应。乌克兰官员也透露，基辅已经部署1000名士兵参与这波突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为罗国边境地区对乌克兰发动的每一摆袭击，拢应该得到公平回应。Тільки від початку цього літа і тільки з районів Курс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по нашій Сумщині було завдано майже 2000 ударів. Артилерія, міномети, дрони. Ми фіксуємо і кожен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І кожен з таких ударів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у відповідь. 位伫乌克兰南部和罗西亚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传出火警，罗欧双方拢指控对方放火。好在在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火警并无对核电安全造成威胁。另外，罗国首都莫斯科受民众咧募集人道援助物资和库斯克地区的居民。Я думаю, что те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от этого пострадали, они получают помощь, по моему мнению, недостаточную. И чем я могу помочь, какой-то посильный вклад внести, я попытался сегодня сделать. Давайте так. 目前，库斯克地区已经有76000人撤离，当局宣布当地政治紧急状态。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基辅恐吓罗西亚甲平民。公司新闻陈慧欣编译。再来看巴西伫初9哦，国内有小型的飞行机失事，阿爸甲飞行记录器拢找到了，嘛等咧调查失事的原因哦。有专家是以民众翕到的影片来判断失事的原因，咱做回来了解。
这是对于地点附近民众看到飞行机坠落来最后一刻所翕的画面，透过社群网络传播。巴西国内花卉安全家也看过这影片。虽然航空公司讲飞行机所在管道的结冰问题伫飞安会当接受范围内，不过路透社访问的巴西飞航工程师有员认为，为飞行机坠落来状况来看，会当讲确定就是结冰问题所造成的空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动力学者认为，这个事故应该是甲天气状况无关系，可能是两个引擎中的一个故障，也毋过技术应变处理事故，造成飞行机呈现失状态坠落地面。当然，真正原因也有待解读乌阿爸了后，才会当确定。Neste momento, os investigadores do CENIPA estão num importante trabalho de extração e obtenção dessas importantes informações que entendemos que poderá reescrever e nos contar o que aconteceu neste trágico evento. 经过调查小组的努力，目前已经确定俗称乌阿爸的座舱通话记录器、甲飞行资料记录器，拢已经找到，记录也已经提出来。接下来就是专家的判图。根据调查小组的讲法，初步结果要30天左右才会当出来。由法国甲意大利合资的 ATR 公司推出的香普罗佩拉 ATR-72的系列客机，受到不少区域型航空公司的爱用，生产总数约900架，其中台湾本岛甲外岛航线订看的 ATR-72 600型数量上侪，全球总数超过500架。即摆发生事故的是属于 ATR-72 500型，总数也有230多架。公司新闻记者真编译。过来消息来看，4月初3的大地震哦，佮加上凯比风台，花莲的观光业务是真惨。花莲县政府嘛统计讲，地震了后有5间饭店关门咯，有300外员工互租欠咯，即嘛佮有一寡饭店嘛伫要经袂落去咯。叶小分路早期是港公司的仓库，标售互民间了后，佮做互文创产业重新装潢经营陆续。历史的工业风格大速率袂歹，也毋过403大地震了后，业绩降甲坎底，刷落来凯比风台对交通的摧残，直接毁掉大家信心。有一个月我记得是好像1%吧，就是都没有人要来订就对了。那价格其实就不管你杀多低，都不会有人要来住。其实我们有多撑了很多个月了。根据县府统计，目前向县府提出大量改革的观光饭店有汉品酒店、三桂春旅店、那天饭店、秋秋新旅、蝴蝶谷饭店，有一寡饭店目前也在观望，也毋过拢有陆续向楼主科询问。从0403之后到现在，我们收到总共5家单位，它有大量解雇的通报。那通报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更新的数字是301人。另外，观光业者多数认为，今年后来政府虽然有真侪振兴方案，也毋过基本上都是无啥物人愿意来花莲。探讨原因主要是对外交通目前也真无方便。公路有一些的管制，那么如何缩短那个管制的时间，让大家能够更方便？那另外就是在空运跟海运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来跟中央协调沟通。观光产业也个有民宿甲冰产业，业者多数也受到无观光客影响，生理力真济。有一寡员工已经伫咧休年假，也是调配上班时间，甚至调去外地工作。相关劳资纠纷等问题也渐渐浮上台面。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社会主体有4000户，也毋过有8000个民众哦登记候补。市政府嘛表示讲，119年桃园市就有超过1万户的社会主体。关心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政府将对社会主体包租代管、有租金补贴这的资源分配，应该爱个检讨，重新来评估。中路2号社会主体伫桃园区，因为地段真好，真受欢迎。目前有858人咧排队候补。桃园市最近这几年大力推出社会主体，桃园市12搭4000外户是拢房租去，还佫有8000人伫咧排队，是提供房租的数量的2倍。有民众真无简单排着啊，嘛有人到单还佫伫咧等。一整年都可以提出申请，时间不同，递补的顺位就会有所不同。以我帮忙申请过的案例来看，最多有等到将近1年的时间。目前桃园社会主体候补的名单有8000人，台北去大排队的人数前3名拢伫咧人口上侪桃园区，分别是中路2号有858个人，中路4号有796个人，中路1号有793个人。也若排队排上少的平地1号，嘛有267个人咧等。
因为桃园市的社会住宅是新房，而且租金是市价的折扣，所以造成入住后流动率很低。社会住宅尽量多给租屋市场最不容易接受的，比如说独居老人、精神障碍者跟严重的下肢障者，再着以配合社政跟卫生单位的福利服务的支持。主题发展处表示，桃园有几个所在社会住，还佫伫规划或者是设计阶段，到119年会有超过1万户的社会住体，而且毋但是桃园，针对全台湾的社会住体，普遍是拢供应无够需求。所以妈妈基金会认为讲，若要解决问题，政府就要针对无共对象来强化社会住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资源的分配，建议社会住体会当优先来照顾弱势族群。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台湾平均一日有3个时段会行地路。为着要来照顾老大人的心理健康，台师大提出中高龄教育政策建议书，望讲会当透过教育来面对人口老化种种的问题。台湾伫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意思就是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位是时代，台师大针对老人就业、社会参与、健康安全、甲活泼老化，提出中高龄教育政策建议书，希望利用幼老教育来改善人口老化的问题。高龄教育的经费112年是编了3亿元，但是就整体教育经费来看，仅占了0.21%。卫福部或教育部都有他们的政策的白皮书，但是呢，它里头的设计我刚刚讲，它对于教材教法、评估、师培这部分，其实是琢磨的非常少的。台师大指出，对破爱族女位的争议，会当明显看出台湾时代甲少年人普遍存在着对立甲误解。台师大建议政府会当办理长时间的青年老幼大工共学。另外，政府对退休人口应该爱设置退休人才资料库，甲退休博览会来提悬时代甲青壮年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甲学习。代间教育其实现在台湾相对缺乏，或是比较短期，世代之间多的接触跟融合的话，他们可以减少这样的误解。建立一个退休人才的资料库，类似我刚刚提到的中小学的校长退休之后，他们其实还有很多顾问的一些工作是可以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能力的。根据卫福部2022年的统计，伫台湾平均每天就有3个时段自杀。台师大认为，照护人员除了爱照顾时段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部分嘛是真重要的。因建议照护人员爱学习心理健康的教育，来预防时段孤单、郁卒的心理状况。记者陈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迄落屏东县举办真侪活动来陪伴囡仔，咱来看恒春国小，因着设计以民谣戏剧来学台语的课程哦。除着这位潮城国小毛舞蹈，佮有制作客家狮头的课语的课程，咱做回来看卖。真好听，我决定带你来国小参加比赛。用黏土做人物，看起来真古锥。恒春国小学生囡仔发挥创意，制作这出动画，讲过客家恒春南门的故事。这是旧年秀热囡仔的作品。今年学校要用恒春在地歌谣戏剧为主题，带囡仔实际参访参加比赛，让囡仔唔但了解家乡的文化，可以当用台语记录落来。恒春半岛这个环境，这个社区的熟悉，鼓励学生家己看到的物件，变成一个故事，去介绍恒春，互大家熟悉。唔但恒春的囡仔，哪算哪学台语，潮州的潮城国小囡仔展现客家的舞蹈甲歌谣，因个亲手用黏土制作客家狮头，这也是学校今年秀热的夏日落下计划。教育部部长杂志也落南参观囡仔的学习成果。能够透过语言的方式，能够有一些跟父母亲或者跟祖母、阿公、阿嬷，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亲子之间的互动，包括语言的，把这个文化跟语言能够持续的、永续的能够传播下去。教育部推动的夏日落学，希望学校设计在地课程。今年申请的学校有1307间，除了本土语言课，还有英文、科学等等的主题。其中，屏东吹沙的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的课程拢较有特色，让囡仔会当认同家乡。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
来看屏东的潮州有一个退休的警察王志明，50多年来伊收集无共族群各种的古早味，伊嘛甲因兜打造成做一个展示的空间甲地馆，互游客来遮免费来参观伊的收藏品。关注面的木雕作品、旧式的杂货、脚踏车等等，古早味的物件有百款，这拢是退休警察王志明的收藏。伊讲家己自细汉就兴收集古物，经过9年长月累积，厝内就囥到袂输是小型的博物馆，怎啊甲打造做展示空间，互游客会当免费参观。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兴趣啦，因为有一个场面出来是有在开放大家来参观嘛，就这样啊，上万以上的吧，还在持续在说啊，哎呀，因为这都是一种喜好嘛。这个展示古物的美学生活空间，就伫咧屏东潮州。王志明讲，伊收藏的艺术品有无共族群的元素，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去引更较侪人来欣赏，所以嘛，甲这打造做茶馆，互人来欣赏的时阵，阁会当啉茶开讲。也是多功能，有茶艺就是一种茶艺的美学，我把它也是融入生活，就这样。还有一些同好过来喝茶。品茶，说了那么多，我有意识要留在潮州镇啊，就是有一个空间去收纳，我把它那个贡献出来。王志明表示，潮州我近客家庄甲原住民的故乡，是文化资源真丰富的所在。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继续留伫咧潮州，提供展示、保存甲研究，然后传承予后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7点外，举着咱的国手陈文慧、彭婉玲，佮有台军队的罗嘉玲等选手拢回国了。第2届参加奥运的罗嘉玲是讲伊爱心养伤，才搁再出发。彭婉玲是真感谢大家的支持，慢慢讲说来，伊会讲搁再有突破。民众热情欢呼，迎接陆续归国的奥运英雄，也就令国手陈文慧、彭婉玲甲台军队罗嘉玲、田径林旭彤，12早起7点外飞到桃园机场。罗嘉玲负伤2度征战奥运，伫头前的落败，赛后由阿兄挨着离场，伊表示马上养伤，规定了后才出发。目前的状况就是先休养，然后让他到好之后才会有之后的比赛去进行。很可惜，在赛场上面确实是没有如期的发挥。我们是有找到问题的方向，所以之后也会去做着手的改善。然后就下回再见。虽然没有办法拿奖牌回台湾，但是很满意这次的成绩，那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即摆彭婉玲早遭到祝福到巴黎，伫网络社群引起讨论，互世界看到台湾。林旭婷替台湾摕到历史上的第1名奥运拳击金牌，更加是鼓励人心。花9号领金牌，欢迎年底，国民东部外口人排甲真长，内领也有囡仔，共款要表达挺无端加入性别争议的林旭婷。李玉婷，我挺你。3点半有看到结束，很感谢他为我们那个台湾争光体育界争光，拿到金牌不简单呢。加油！唔甘林旭婷的要求，代意思是宫中的查某囝透过118万回司法心声，也用英文写林旭婷是生理女性。解释林旭婷一开始连木心是因为被保护母亲，暖心的图文，让人真感动。大概花了2个小时画的啦，最主要还是因为林玉婷这件事情出现了很多国际社会就是对我们不礼貌。有污蔑性的那些发言，所以他感觉到非常气愤。台北101第11暗也特别伫外壁点灯写恭喜林旭婷勇夺奥运拳击金牌，多谢奥运台湾队。本届奥运台湾摕到2金5铜，摕金数6枚东京奥运甲雅典奥运，摕到7面奖牌，也是历史第2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天气无介稳定，气象署伫下晡2点嘛，将对屏东县高雄市来发布大雷公告的特报，乡亲得爱特别注意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